大家好，我係你嘅催眠治療師 Tony。如果你依家面對緊失業或者工作唔順利，覺得前路好迷茫、好大壓力，唔緊要嘅，我哋一齊學習下點樣面對。好多人都會經歷呢一個階段，都會覺得人生點解會變咗咁？我到底有啲乜嘢價值？催眠唔係魔法，而係幫你嘅心靜落嚟，釋放自責同焦慮，慢慢就會睇到新嘅方向。依家我邀請你搵個舒服嘅地方坐低，或者瞓低，用一個你認為最舒服嘅姿勢，然後深呼吸，慢慢將清新嘅空氣吸入你嘅身體。等佢停留一陣之後，再慢慢將佢呼出嚟。冇錯，就係好舒服嘅深呼吸。好啦，我哋開始。感覺下你所呼吸嘅空氣，每一次呼氣都係將你嘅大腦入邊嘅雜音、擔心，輕輕咁樣呼出去。吸氣嘅時候，將新鮮嘅空氣吸入個身體。感覺到越嚟越平靜，越嚟越放鬆。想象下，你而家坐一條好長好長嘅路邊，前面係好大嘅霧。好模糊，乜都睇唔到。但係你唔使驚，呢條路唔係斷開咗，而係準備轉彎。你嘅過去經驗、工作、家庭，全部都係你嘅行李，好重，但都係你嘅力量。依家慢慢放低行李入邊嘅應該，我應該幾時先搵到工？我應該繼續返工，我應該放低佢哋。你最應該嘅就係放下佢哋，感覺身體輕咗，個心靜咗。你再睇返呢條路，啲霧會開始散開，你會見到路邊有多咗好多新嘅小徑，每一條小徑都係新嘅可能，或者係轉行，
學新嘅技能，做 freelance，陪伴家人，甚至創業。你唔使即刻決定，只需要想象下自己行前一步，感覺好安全，好多支持。你嘅內在力量從來冇離開過。而家慢慢醒返，你係有經驗、有智慧嘅。呢個階段唔係結束，而係重新開始。每一次深呼吸，你都會更加清晰，更加相信自己。未來唔係未知嘅恐懼，而係等待你探索嘅機會。你好值得，好有能力，重新定義自己嘅人生。你一定可以做得到。我而家慢慢數5下，我哋可以等我數完之後，你可以起身或者繼續瞓都得。5，感覺全身放鬆，充滿能量。4，你嘅頭腦越嚟越清晰，方向亦都慢慢浮現。3，你越嚟越有自信。2，你已經準備好去面對一切。1，對眼慢慢擘開，完全醒返晒。記住，你並不孤單，你好犀利啊！加油啊！